大家好，歡迎又嚟到骨貓 Chilla 嘅頻道。今日骨貓 Chilla 會同大家分享一次搭 lift 嘅奇異經歷。話說有一晚，大約喺11點幾嘅時候，骨貓 Chilla 覺得有啲肚餓，就打算落樓下食啲嘢，點知就遇見一件怪事。由於嗰晚出面落緊大雨，所以骨貓 Chilla 只可以選擇搭 lift 去到平台嗰一層，沿住商場嗰條路行去目的地。順帶一提，喺骨貓 Chilla 住嘅嗰棟大廈嘅兩部電梯當中，其中有一部係唔能夠去到平台嗰一層嘅，所以骨貓 Chilla 喺嗰一刻只有一部電梯可以乘搭。咁啱右邊嗰部電梯打開咗門，骨貓 Chilla 只能夠走入去按下關科嘅按鈕，讓佢離開骨貓 Chilla 所在嘅樓層，咁樣先能夠改成另一部電梯。但電梯到咗8樓就停咗落嚟，起初骨貓 Chilla 都沒有多加理會。過咗3分鐘之後，電梯仍然停喺嗰一層，一啲反應都冇。骨貓 Chilla 見到呢個情況，嘗試得按一次往下嘅按鈕，奇怪嘅係電梯竟然重新返到骨貓 Chilla 嘅所在樓層，沒有繼續往下，而另一部電梯則一直停在佢原來所在嘅嗰一層。呢個情況持續發生咗3次，右面電梯往下到8樓，停咗2至3分鐘之後就往上回到11樓，整個動作不斷循環。而左邊嗰部電梯就繼續原封不動地停喺同一層上面，整件事睇起嚟就好似俾人玩緊咁樣。幸運嘅係呢個情況持續咗一段時間之後，電梯就回復正常了。最後骨貓 Chilla 食完宵夜之後，就迅速返咗屋企。返到屋企之後，骨貓 Chilla 喺網絡上面得知，原來呢部電梯曾經發生過一宗涉及人命傷亡嘅意外，所以嗰一晚好大可能就係嗰位朋友正喺度同骨貓 Chilla 玩緊電梯遊戲。如果大家都中意骨貓 Chilla 講嘅故事，記得 like 咗呢條片同埋 follow 以上嘅 channel 啦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